我真係冇諗到排骨咁樣做會咁好食，屋企有細路仔嘅一定要整嚟試下啦。買排骨嘅時候，我推薦大家買前排，因為前排啲油脂夠晒豐富，食落去口感特別嫩滑。如果買咗後排嘅話，就會比較鞋口，冇咁好食噶。我哋先將斬好嘅排骨放落個碗度，呢度有個重點噶，新鮮嘅排骨係唔使飛水嘅，一旦飛水之後就冇晒肉香味啦。正確嘅做法就係放一啲啲小蘇打落去，加水浸佢幾分鐘，咁樣唔單止可以令到肉質變軟，仲可以更快咁將排骨入邊嘅血水浸出嚟。浸好之後，將排骨洗乾淨，揸乾啲水分，擺埋一邊備用。跟住我哋再嚟調個料汁，碗度放啲蒜蓉，用熱油炸出佢嘅香味，再落啲生抽、蠔油、半匙羹鹽，加翻少少白糖提下鮮味。撈均勻之後倒落排骨度，再放啲生粉撈勻，醃翻佢20分鐘。睇到呢度都記唔住嘅話都冇所謂，呢個視頻可以先點個讚收藏起身，方便下次想整嘅時候隨時都可以揾翻出嚟。醃好嘅排骨，我哋將佢擺落個碟度，再放到蒸鑊入邊，水滾之後蒸佢25分鐘。記住喎，一定要水滾先好放排骨落去蒸，咁樣蒸出嚟嘅排骨先夠嫩滑多汁噶。時間一到，打開個蓋，成間屋都係蒜香味。我哋再撒啲蔥花點綴一下，一碟簡簡單單又好味嘅蒜香排骨就搞掂啦。食落去鹹香中帶住蒜香，肉質嫩滑，超級入味，真係好送飯噶。中意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啦，快啲收藏起身試下啦。